在。接续咱来吟信诗311首，感谢俄罗主耶稣，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乳。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殿，伊要变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10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即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永远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祈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互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秘伫伊厝内。伊会甲我藏伫石板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毋面毋察我，
求你毋通受亏赶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衬，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修理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咧长等，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成员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规正恐吓我，我深信一件事，因我第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要勇敢壮大，这声要着信靠上主。祈祷，我的上帝，感谢你，你是阮每日的帮衬，是真正平安的来源。无论顺境也是困难，你拢袂离开，做阮的避难所，做阮坚固的石盘。阮要向你认罪，承认家己有时会烦恼、会怨叹，无完全信靠你，求你赦免、洗清阮的心，互阮重新得到对你来的力量。当我心内软者野心的时，求你引带我到比我较悬的石盘。互我知影你悠然掌权，心内拢会使安稳，无需要惊吓。嘛为着教会甲咱厝内底的人、身边的人来祈祷，求你保守阮，做阮的避难所，伫困难当中拢有平安甲阮同在，嘛引带阮一生住伫你的殿中。嘛特别为今仔日来要讲道的传道来祈祷，求你赏赐伊智慧、能力甲恩膏。互伊所讲出来话，拢是出自你，通感动人心，嘛保守伊全人全心拢勇行服侍，有对主而来的力量。今仔日的生活脚步拢交托你，愿时常秘伫你的膝骹，得到真正平安甲喜乐。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正兴教会主日，欢迎弟兄儿传道带领兄弟前来本会募款甲献诗，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本主日是中秋主日，以教会节期已经进入耶稣基督受难周，敬请大家尽量撇开喜庆甲旅游，就由灵修甲自行苦路，敬请体会基督为阮受苦的意义。本主日下晡3点，高北区伫本会敬拜中心举办高北区联合圣餐礼拜，敬请大家踊跃参加。第三，社会公告。第一点，科防语音干事因生涯规划清除服侍到3月底。蔡依云儿童牧区区长对4月份起请育婴假原主束缚。第二点，欢迎并接纳毛建文兄弟的成人会籍，毛以流、毛以允的小儿会籍，对台南中会丰里教会转入本会原主私允赐福。第四，本会定于4月11到12号2天举办2026年野外的礼拜，地点伫台东到阿美民俗文化村、知本温泉、知本游乐区，伊有1日甲2日的，会使阁报名，欢迎兄弟踊跃参加。第五，下主日4月初5中昼12点，伫富堂召开4月份定期的长职会，敬请全体长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六，4月初3到初6是固定的连续假日，本会办公室除了拜5、拜1休假，4月初4、4月初52天正常上班，敬请兄弟留意。第七，
2026年本会受难周甲国外节纪念庆祝活动如下，敬请兄弟参与甲带导。第一点，本主日下早9点到下晡5点有关会活动，主题助老会救我，我关会救人。第二点，教会1路广场，请关会的人纸身份证排队关会，关会者会使得到一份礼物。第二点，3月30到4月初2暗时8点，受难周的祈祷会地点伫富堂。第四点，下主日4月5号是2026年耶稣基督国外节，下早6点伫油厂的敬拜中心举行武警教会国外节联合朝阳礼拜。第一场礼拜暂停。下早10点举行国外节赞美礼拜，由教会圣歌队献诗，愿基督国外的大快乐引带咱过着得胜甲充满盼望的生活。第八，本会2026年顶半年度装备课程要伫4月10号开始举办，费用册费，欢迎兄弟伫本主日前使用 QR code 报名参加。第九，本会定伫4月25号、6月初6、6月13、6月20、6月27，下早8点50到12点举办领袖密集班，地点伫富堂，费用1000块，内底包含5届的午餐。讲师钟彩玲牧师，请伫4月6号前使用 QR code 报名参加。第十，有注文2026年阮就严谨说伊的兄弟甲小组到办公室领取。以上报告。好，我来小可补充，咱的小的公告第三就是咱的影音干事柯宏伊服侍到3月底感谢主已经有一个同行弟兄大概4月开始要接伊的工作蔡依云咱的儿童牧区的区长嘛，因为要顾囡仔所以伊应者咱过来为后礼拜就是有咱前捌有做咱的传道这个吴思婷传道嘛，做儿童事工伊会暂时来兼这个职半冬久咱为着这个代志，请大家也祈祷代祷。今天非常欢迎我们东排中会的振兴长老教会我们真心里传道师带领我们长老弟兄姊妹有大概说23位来我们教会我们拍手欢迎他们，感谢主今天这个是非常隆重正式带的那个花签花感谢主欢迎大家因教会为了迄个建堂咱望会当来帮咱经营教会，特别咱教会迄个欧阳弟兄伊过去拢有咧帮咱的这个建筑方面感谢上帝望互这间教会伫迄个太玛丽的所在大大得到上帝祝福，教会更加大福气感谢主。有其他的人客无？OK。即时来经修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的学生嘛伫，互因请去赴宴食。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甲伊讲：“老母啊，我教你啥物干涉？我的时还未到。”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
凡那伊甲恁讲的，恁着行伊。照犹太人洗清气的礼，伫遐有摆6个石甕，逐个拢会对得2、3桶。耶稣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甕，着互伊满到甕口，佮甲因讲，打摇伊，芳互伊将你缘倒的人，着芳互伊水变做酒，将你缘倒的试啉伊，要知影对倒来。独独摇水的找用知，将你缘倒的，着叫先囝婿来，甲伊讲，人拢是大先摆好酒，到人啉济济，才用较次的。独独你留好的酒到即碟，即个头一摆先食。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赞美，请妇女圣歌队。
讲到新者爱关键不在时刻，请弟兄儿传道。感谢上帝吼！今日是为着正营教会建堂奉献的主日，也是藏寿主日。咱何山啊，何山啊，荣光归予上帝，感谢主。咱今日要分享信息的是正营教会的弟兄儿传道吼，感谢主。伊头拄仔才知影，伊是金轮教会出身吼，金轮伊的爸爸牧师退休，伊读迄个音乐吼，伫台湾新学院音乐硕士后来佫修即个大学硕士所以阮也有拄着阮后生即个心境感谢主因也有熟悉今日真欢迎伊会当来分享信息毋望上帝话激励咱拍鼓欢迎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开始之前，我要先带大家一起来祷告。咿呀咿哟，你。这一首诗歌带领我们就如同今天棕树主日和撒那归荣耀给神，也是借着这一首歌来怀念、思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的许多荣耀的事。哈利路亚！首先要先来感谢优唱教会陈牧师以及牧传团队长子同工弟兄姐妹。在今天接纳我们振兴长老教会在这里的请安以及募款的分享，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是来自台东听说你们4月22号要去台东资本欢迎你们还没有到资本的时候就可以经过我们的振兴了那我们就在太麻里火车站到我们那边。不到5分钟，开车不到5分钟，我们从太麻里街上去也很快欢迎你们可以到我们那里去那我们这个村庄是排湾族、鲁凯族一个共荣的部落那今天虽然是棕树主日，但我选择这一段经文，你们很熟悉的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故事。那是因为我在2年前抽签来到这个教会，他们教会正在建堂正在建堂中换传道人后来他们正在做这个故事墙的陶板，然后就选了这一个把水变成酒的这个故事。我就问当时的同工说，为什么要选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们的振兴是排湾族陶瓮的故乡，所以因为这个瓮的关系，我们找到在圣经当中跟瓮有连结的这个圣经故事作为这个我们的象征。那当我知道这样的时候呢，我就想，这个水变成酒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意涵，这个神机其实有更深的连结，跟我们的振兴教会的故事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我要用这个故事来分享我们振兴教会在这一段期间经历的上帝的恩典。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非常熟悉我们的投影是下一张就是这个陶板的图如果你们有到振兴教会就在我们的外墙就有制作这个
陶板的故事。那这个故事，这是发生在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婚礼里面，发生一个很欢乐的气氛。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婚礼要举办将近1周的时间，跟我们排湾族很像我们可能很早就已经开始预备那所以我们要吃的喝的都要备足尤其是今天很重要的酒要怎样，要备够。但是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在一个转折，酒快没有了在一个缺乏不足的情况下这个故事展开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这个妈妈玛利亚很自然的告诉这个我们的耶稣说没有酒了。这个中间有一个对话很有趣你们看到这个经文说，耶稣怎么回答？母亲，请别勉强我做什么，我的时候还没到。我们这个现代译本讲得很客气你知道和合本是说与我何干但其实耶稣不是没礼貌，他只是要告诉妈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是这一个时刻。这个话语非常关键，时候还没到。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也不是不立即帮忙，而是神的工作，神有他的时间。这也很像一边是非常着急的需要的这个时刻，另外一边是时候还没到神非常稳定的这种状态。我们常常会觉得神好像都不着急，你们有没有觉得神着不着急？好像神都不着急但我们一边已经怎样着急到已经很慌张了。我们常常也在这样的张力当中。接着这个妈妈就很自然的就告诉耶稣说没有酒了，就连这么小的事都告诉耶稣。原来凡事都可以依靠神，这么小的事神都可以在这个当中为我们成就。这个妈妈非常自然的要这个耶稣来帮忙。那虽然耶稣当下的回应不是他要的期待，可是这个妈妈的信心很强。接着他就告诉仆人说，他交代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这样这个故事就展开。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下一章，在这个仆人就开始慢慢的倒这个6个缸慢慢的倒。我们不晓得倒这个缸花了多少时间，圣经没有写。我们也不晓得放了多久才变的，我们不晓得拖了多久才拿起来。但我们知道在圣经很清楚的讲，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了，送给宴席的。就这样把这个六口的缸带上去之后，管宴席的下一章管宴席的怎么说呢？他说别人都是我们看下一章，别人都是先送上好的酒等客人喝够了才上普通的。这一家倒是把什么最好的留到现在，把最好的留到现在。所以原来这个神迹不是只是在那个变成酒的那一刻，而是在这个开始把水往口缸倒的那个当下，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工作，已经开始了这个神迹的工作。所以神迹的这个时刻，往往都是我们还没准备好，往往我们是在缺乏不足，在不清楚情况的时候。而这个神迹也可能在于一个带有信心，还没看见结果，但知道神是唯一的帮助者，一个这样的交托的这个话语跟信心下。这个神迹也是发生在一个仆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装水，
又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平常拿来清洁的缸，要来装水，在那样的顺服当中发生了这样的过程，我就想，我们振兴教会在建堂的初期，也是经历缺乏、经历不足，也经历了一群相信依靠的人，持续的在这个当中等候，也是有一群人持续的做，持续的等待，持续的仰望，而开始了这一个神迹的工作。我们来看下一章，这是我们振兴教会2年前还是长这样我们看下一章，在1971年，我们就新建改成这个砖瓦的教会了。那离现在多久了？53年了，53年的建筑。那当时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教会很可爱是要脱鞋子的你知道刚刚我要上讲台的时候，我脱鞋子就非常亲切，有没有？因为我们以前做礼拜是全部都要脱鞋子。曾经有一个牧师来过我们教会，然后我们到他们教会去分享他就说这个教会我印象很深刻，我去过他说我去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要脱鞋子。他就讲了一个分享，他说你知道吗？你不管穿多高的高跟鞋，你只要进到教会都要怎样脱掉，大家都一律平等。他说他对我们教会的印象是这样一个脱鞋子的教会。然后当时人数就已经不够坐了大家都要从外面自己带椅子。我想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照片了？你们应该想传道怎么从哪里翻出来的然后大家很有印象，就这样带着椅子进来。在28年前，从今天回头想，28年前就已经开始有想要扩建的感动，想要扩建，因为人数开始增长，然后坐不下，房屋也老旧。但因为当时的奉献很有限，听同工们讲，当时就连传道士的谢礼都要分期付款，我自己也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领谢礼的时候，那个是2个礼拜的奉献，整个这样摊出来，然后10块10块叠一叠一叠一叠这样，然后传道可以来领谢礼了这个整个现金就10块20块100、200这样子然后有几个礼拜还会说，传道不好意思，你先拿一点我们下个礼拜再等奉献多少再来补真的，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所以当然当时的信心就很小，很想要扩建，可是看到眼前的缺乏，他们开始祷告，开始仰望神，但不晓得这样的工作要成就，在多久时候才成就？一直到我们看下一章，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样子我们2年前，之前教堂还是这样大概9年前还是这样聚会，对吗？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是拆之前的样子，下一章，一直到18年。我说是28年前逐梦，但一直都在感动中，一直都在等候机会，直到18年过去了，在2016年的尼伯特台风把教会的屋顶掀开，本来只是要扩建，现在不得已要变成修建，当时也还是很辛苦，所以我们就先拉了帆布。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当时的铁皮把它整个屋顶挖破下一章所以每一次都要换新的帆布，对吗？尤其台风一来，又要再重弄每一次一到暑假我们都要重弄这个是当时不得不要修建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每一次台风里面就长这样，每一次都要清理。但我们就是在这个当中
不得不要开始重启这个修建的过程。他们成立这个建堂委员，在这个过程里面，但因为不管土地、财务各方面都是很大的难题，所以一延再延。中间有一段故事，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们夫妇来到这个教会，也因为中会的这个总干事的邀请，就请他来看一看。他就看说，哇，这个破这么大哦，他的夫人就讲说，太可怜了吧，这样，就当下为我们奉献30万。你知道那个30万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励，给我们很大的这种很积极开始启动的这种开始。那从开始慢慢的建堂奉献，一直慢慢的存钱，直到那一个30万来，我们的信心就怎样更加深，就开始比较积极的，在2017年就开始着手来这个扩建。那从修建改成干脆整个拆掉重建。虽然重建的这个想法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扩建都很难往前了，修建又是急不得，但最后神给我们的感动是拆掉重建。那当然我们存钱，本来我们要盖300万300-400万，结果我们一再的在处理事务，处理土地，弄到后来我们物价上涨，碰到疫情，我们存的钱根本赶不上变化，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加上我们中会有很特别，就是每3年传道士调动一次，所以教会没有能力聘牧，没有稳定的牧者，每3年都要碰到传道士调动，那个建堂的过程会不会也会影响？哇！所以教会真的是在很辛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继续往前。就在有一天，这样子好像又过了大概9年这个弟兄又出现了。他说：“你们怎么还没盖啊？怎么还没盖啊？”这样，哇，我们真是有苦难言但他就心里有个感动他说：“这样好了因为他也是建商，他说我来接下来做好了。你知道我们的眼睛一亮怎么在这个时刻有一个大天使来帮助我们就这样。”开始了这个过程，你知道吗？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后来就搬到临时礼拜堂也是我们现在教会的隔壁再来下一章我们就在2024年2年前，这个是我们的蓝图就开始走整个过程就开始真的很像上帝开高速公路一样。然后2024年的3月终于可以拆除动工给它铲平，3月就动土祷告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盖完呢？就在当年的12月就竣工完。神做事真的是好像怎样，好像一个东西这样长出来那我刚到的时候，对不起，回到上一章我刚来的时候，教会就是在上一章就是这个十字架该要挂上去的时候，哇！我一个小小传道人，从来没有遇过建堂，我真的来的时候，哇，真的也傻了但是我看到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准备好，他们已经在这个当中，等候几年，28年呢。在这样的动力当中，跟着他们，看着这个历史，赶快翻阅、认识、了解现在的情况，然后一直到下一章。那我就任的时候是9月刚好他们要上梁所以我是上梁传道。历经过好几个传道士，每一个传道士都在这个建堂的过程有一个名号接棒一起来接棒来完成这个教会的建堂。
好，就在这个时候上梁，一直到12月竣工。我们看下一章，好，然后我们在去年的年初拿到使用执照，啊，接着就装潢，哦，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差很多的尾款，可是上帝做事就是没有等这个啊，就一直持续。那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上帝预备我们同工能够协助我们这个贷款。我们可以顺利的缴完这个尾款，然后开始这样虽然我们继续在还款，但是我们很感恩上帝都让我们看到的恩典超乎想象那上一章就是那个陶板所以你看这个教会本来小小很可爱，现在还是一样很可爱，变大大的家下一章就在去年的4月26号我们完成了这个献堂。去年的4月13号，我们启用典礼，刚好就是去年的棕树主日，所以今天我们刚满一周年，我们在右昌教会，感谢主。这个建商呢，就是在你们教会的欧伟良弟兄这个时间点非常特别，就在启用的时候，我们来到右昌教会，带着这样一起分享上帝的喜悦，在他的感动身上，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这样的举办。虽然我们还有贷款，但我们就先启用，我们就先来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当天的献堂的情况。下一章。所以在这个建堂的过程当中，在这一路28年来，尤其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定比我更深刻体认到这个过程，上帝给他们很大的功课。原来不只是建筑物建起来，我们的信心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被建立。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的所有同工干部们，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的这些阿公阿嬷们，他们开始了这个感动，一棒接着一棒。每一个传道师来到这里，都要怎样接手这个建堂的过程？哇，一棒接着一棒。只要有一个人仍然带着相信跟信心，他仍然能够继续参与上帝的动工。神原来都在动工。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一个奉献袋，后面的户名，我们的这个温长老，他虽然已经没有在世上，他没有亲眼看过这个教堂，但是他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建堂主委。他带着这样的盼望信心，集结了当时弟兄姐妹这些长辈们对这个建堂的渴望，建堂的这种期望，这样的祷告继续往前。我们很感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接棒成就这个事的人，我们真的很感恩上帝的带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了几个功课。第一个，对困难的态度我们改变了。原来就像圣经当中的玛利亚，在没有酒的时候，她信心很强，仰望上帝，继续等候。她不是要看眼前先改变了，而是她先仰望神。这28年来的建堂梦，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祷告，但是这个过程提醒我们，未来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不要怕拖延，不要怕延迟。原来神仍然在做工，神的时间总是不会总是不会不来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不要停止祷告，仍然同心仰望神，在事情还没有好转之前，仍然相信。这个建堂过程，我们也学会了第二个，不是够了才开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是缺乏，一直都是不足，一直都是不知道下一步。但原来神迹不是从条件够了、好了才开始，神的工作往往是在有人回应、
愿意开始行动，它就开始展开。所以当有人愿意信心交托，当有人愿意继续把水倒满，神的时间即将要开始。这一个建堂的过程也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拖延的祝福。今天我们能够完成建堂，真的很感恩。这个28年来，所有的牧者一棒接着一棒，他们是上帝派来的，这样给我们很大鼓励的推动手，也借着历届每一个长职、同工、团队、建堂委员，一棒接着一棒。所以在这个拖延的时刻，神可以让我们从这个等候、不足、缺乏当中转为富足。在这个过程里面，原来上帝要带领我们走得怎样更远，看得更远，甚至经历得更美好。接下来这个建堂也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别人说把什么最好的酒先上，我们是什么把好的放在后面。上帝给的是大过先前，是大过前面的恩典荣耀。最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原来神迹的真实的意涵是，知道神行事的时机不是人来决定，而且这个神迹不是只是解决问题，而是显现上帝大能荣耀的时刻。今天也是棕树主日，也是耶稣基督进入这一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大家在荣耀欢庆的时刻，只有耶稣清楚知道他的时间，在接下来他要经历一段非常辛苦、非常受苦的过程，为了我们。虽然我们在乎的是，当时的人在乎的是外在的成功、外在的成就，但在神的时间里面，他知道真正的荣耀是使人得救，真正的荣耀是给人有赦免、重新开始的这样的恩典。在神看来，最大的神迹是人心转变归向神。所以希望我们的振兴教会也要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我们除了把建筑物建起来，我们在里面也继续要开始重建我们在整个牧养、整个关怀各样的事工，让这个教会在不只是建筑物，也在主体当中来仰望。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到右昌教会，也给我们很大的学习，在这里来学习你们在各样的牧养推动事工上成为我们的这个前辈来当做学习。今天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堂的样子。那因为我们的建筑还是只有礼拜堂，我们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甚至连仓库都没有，你就知道圣诞节的东西要放哪里呢？圣诞节的东西要放哪里呢？所以我们仍然在继续祷告，在这个增建的这个路上。那今天我们也来到右昌教会，也给我们很好的观摩来学习。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最后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城行的。这是显示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都信了他。在这一个神迹之后，人心就转向归向了他。因此愿这一个神迹也加深我们的信心，也在这个见证荣耀上帝的恩典的过程里面，我们更深的认识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同在，以及那个在这么多年来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做的重建恩典的工作。愿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你丰富的同在。主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多么缺乏、不足、软弱，甚至不知所措，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遇见你。
你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你让我们知道，在上帝你的工作的时间上，叫我们带着信心、盼望和那彼此的爱，继续往前，相信神必成为我们的坚固、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主啊，和撒那归于我们的上帝。感谢神，在这个时刻也再次献上我们的心，回应上帝的呼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参与神你自己在各个教会所有的侍奉服事的呼召，好让我们能够来完成神你在每一个教会这样的建立、这样的建造所摆上的心意。求上帝也祝福悠昌教会所有的团队，在所有的事工，他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更荣神一人，好让更多的人在这里得到祝福。我们也在这里也能够受造就，成为在外更大的祝福。主啊，谢谢你，也愿今天因着振兴教会这样见证上帝的荣耀恩典感恩，也愿上帝继续带领，在你的祝福当中保守坚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要振兴教会要来唱一首诗歌，排湾族的古谣叫 Uniu， Uniu 就是祈祷感恩。那歌词的内容就是在讲感谢上帝的创造，感谢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能够在这里见证神的荣耀。神是使我们从死亡中得胜的神，也是他的名，他的荣耀直到永远。Mas panas muru yaru yaya olio saja papuna si anga tori bala lautana oh ai nalu
斯玛斯那巴拉乌达拉乌啊。回应诗，接续咱来吟回应诗，圣诗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咱起立吟全首。
而且咱永远徛伫咱三个来祈祷，特别为着正英教会因建堂诶，这个敬畏的需要啊，求上帝甲因陪伴，甲因祝福。也毋望咱无一定是大的天使，咱嘛当做小的天使，为着因来奉献代祷，毋望互这个教会啊有充满主荣耀同在圣殿，互得救人那加天庭中间。而且咱也为着咱软弱的肢体、三体祈祷啊，继续为着牧师小朋友祈祷，为着社会长老娘祈祷啊，嘛为着黄牧师较会完全恢复祈祷啊，为着文彬兄弟的身躯的勇健祈祷啊，为着癌症治疗中，还是做这咧恢复中间安养的兄弟，咱拢上帝祈祷。为着咱今日中秋主日啊，下晡的各北区的联合礼拜，过来寿元酒甲过啊节的庆祝活动，今日关会活动，求上帝拢祝福啊！兄弟，你有啥物款的要代求的，带到主的面前，也为着国家、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请咱举起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说今日是正英教会啊，教会为着建堂奉献募款的主日。主啊，你透过地团堂所分享，主啊，因那个像伫迄个迦纳婚姻的现象，上帝行信业，主啊，上帝时间拢永远拢未延前。主啊，你也感动人，感动后兄弟会当真做天才，来促进因会当建堂的时间顺利。主耶稣，感谢你，这拢是你做正的工，一切荣光拢归你。愿你也坚固因的信心，互因继续来跑走头前所要跑走的路，无论是国教会，还搁爱扩建，还是教会传福音的工程，拢会当有上帝祝福。主耶稣，多谢你。主耶稣，阮也为着软弱的肢体，求你的圣手医治帮助，你的保护掠卡，主啊，因经历信业，阮的身躯拢会当恢复勇健。主啊，会当知影主你是医治因的主。主啊，多谢你，因为你受逼迫，没有人得到以后；你担当刑罚，没有人得到平安。主耶稣，感谢你。阮今日有关会活动，望这个活动会当真侪人踊跃来关会，真做需要人的帮助。阮下晡的高北区的联合圣餐礼拜，求主啊同在。特别阮后礼拜起。阮有寿元节的祈祷会，也有寿元日的特别礼拜，佮圣诞节的庆祝，愿你拢同在。互阮透过甲主耶稣同行苦路，甲伊同受苦，来得到主耶稣基督，伊咱对着伊领受十字架一切这的恩典。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也祝福阮的国家一切拢会当顺遂平安。阮的朝野政党会和谐。主啊，整个世界伫战争中间的，主啊，求你将和平赏赐互因。主啊，将平安赏赐互因。主，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愿你祝福你的百姓。感谢你，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谢谢。这时，咱大礼米来到现上帝面前，请这首来服侍。而且咱今日特别有这个正灵教会建堂的需要请咱当利用这个方面录特别为了因来奉献。牧师讲咱无一定是大的题材，但是咱会当做小的题材，望咱的奉献，真做因的祝福，真做因的帮助。
者请起立。是阮慈爱的上帝，感谢你的赏赐阮一切稳定，无论是性命、工课，也是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今仔日我欢喜将奉献带到你的面前，这毋若是金钱，嘛是阮对你的感谢甲信靠。求你，我拿这份奉献，嘛引带阮用智慧管理所交托的一切，互阮知影一切拢是你的。愿意甘心乐意来摆上，嘛求你使用这奉献，祝福所有的教会的需要，扩展你的国度，互愈侪人来熟悉你，得到永活的性命甲愿望。愿荣光拢归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免。祝福。咱你通平安去，愿主逐时刻甲恁三甲伫咧，互恁凡事行通顺利，身躯勇行，亲像灵魂勇行一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伫咧，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脑闭会。